多谢内容讲到选举外岛，这个立委的选情嘛真激烈。即马最后冲刺阶段，陈玉珍呢一再呢找一个大咖的人物徛台。第26这2天呢，连平时真少露面的金门头一任的民选县长陈水在，拢出任这个陈玉珍敬重荣誉主委。伊也毋过金门的县长陈福海进前上山做志工的时，正拄好拄到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天，甲立委候选人尚文凯。这个候选人对候选人，又是老县长对现任的县长以外，和外界咧联想讲。金门这当时的中进会敢会面临分裂的投票？针对这点呢，尚文凯无回应，也不过陈玉珍讲，当时中进会一定会投予姓陈的候选人。真侪乡亲拢走来收听，现场是真闹热。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陈玉珍伫昨日成立联合竞争，伫这场活动也佫有一个神秘的嘉宾。金门头一个民选的县长陈水在出任陈玉珍竞争的荣誉主委。这几年真罕尼出面的伊，全力收听陈玉珍，肯定伊的服务步步到位。第一个专业，第二个认真，第三个服务，都步步到位。老县长小天，也毋过对手也不简单。会安尼讲，是因为14号郭文泰到金门好选，金门县长陈福海到山顶来做志工，这年拄好当着民众党候选人尚文凯，今是调工咧掌握和候选人之间的距离，嘛引发着外界猜测。老县长对现任县长和立委的选战充满变数。陈福海只是个人他不能代表陈氏宗亲。我也姓陈啊。事实上，金门的选战和中青战会当讲是关系大吧。即便无理事参选，但到去红这支当时的中青会对这边的选战敢有分裂？一向以来，陈氏宗亲都是支持姓陈的候选人。尚文凯低调走行程，面对选战的议题，表示无要互采访。金门是南洋传统的优势选区，中青会力量更加是选战的指标，嘛互金门立委的选战更较有看头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